你講。我覺得我哋要用耳仔去聆聽咯，咁樣先至可以令到個客有安全感啦，先至可以做到即係合適嘅溝通啊，幫佢揾到解決嘅方案。或課程入邊有講過一啲焦慮嘅問題啦，尤其是我哋做索償，可能客人有陣時好心急啦，我了解咗焦慮嘅人，原來佢係會專注力可能會弱啲啦。咁我認識咗呢樣嘢之後咧，我係聲音會柔和咗嘅，比我之前未上個 course 之前，我會俾個客講晒先，即係唔會話中間打斷佢啦，亦都唔會反駁佢啦。咁而從中個過程，可能我仲會係俾翻啲回應佢嘅，即係可能明白聽到咁樣，等佢知道我哋係真真正正認真咁聽緊佢講嘢咯。同埋可能我哋之前啲客人言語比較偏激㗎嚇，但係我聽完呢個課程，我就覺得佢偏激係有原因嘅，即係唔好俾佢帶偏咗佢個主題咯。同時如果有機會，下年可以上下。